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早晨，我是圖書館智能陪讀。落實前，今日要和大家分享的閱讀主題係感恩和關愛。今日想介紹作者唐啟峰先生的作品《這個城市被遺忘的悲傷》。書中講述城市中形形色色的人都有着自己的難處，但有一間維修店為人們修補各種難處的傷口。這與我們的真實生活非常相似。我們在生活中又會遇到很多的難處，而我們的傷口又可以讓誰修補？如果你都好奇，不妨可以睇睇這本書，因為它會給我們一些指點。作者在書中寫道：生活講到底不過是你看我好，我看你好的，大家都不會將自己的缺失、遺憾、不美滿擺在大眾面前。所以我們不需要羨慕別人在大眾眼前的美好生活，他生活中的艱辛與痛苦，我們看不見，也未必能承受。過好自己的生活更重要。但當我們在生活中面對巨大壓力和困難時，也需要學會找個傾訴嘅對象，讓自己嘅情緒有個釋放的窗口，讓自己能得到更多智慧的幫助，而非將自己困在自己的牢籠當中。文中的張先生含蓄內斂，他說：其實我只是不會表達，我也有自己的難過，這也是普遍華人都因文化屬性而存在的不善於表達情感，不願意展現真實感受，可能出於身份的限制或者其他的個人情況。而真實的我們更應該誠實的面對自己，誠實的面對別人。雖然自己可能並不如意，也不完美，但誠實的接受真實的自己，才能發現你與期望的差距，才能找到解決不足的方法。誠實的面對別人，才能放下自己因與人比較而生出的盔甲，這樣我們才能做個與自己快樂相處的人。如果同學對頭先本書有興趣，歡迎去圖書館借閱。另外，如果對作者唐啟峰先生的其他書有興趣，亦歡迎到圖書館借閱。而唐啟峰先生將會於5月26日到校出席閱讀分享。如果有同學有興趣與唐先生面談，可以到圖書館留下姓名班別，稍後圖書館會向你發出邀請，並詳解當日安排。